工人无用着甲一人一人的关庙面撒到外口拍日头，旧历7月就要来到，热门的中原普渡贡品关庙面出货量比平常时至少加2成以上。但过经济站受风台影响，产量减少。听讲今年产量足少的，即间内拄好搁买会到我足欢喜的。往年有这个经验，所以讲阮会甲阮外销的订单往正前1个月去排，也是退后1个月来做安尼。替外销的订单来补国内的货。关庙面是以拍日头的方式制作，所以天气就足重要。业者把握着这几天的好天气，把面摕出来拍。不过嘛要细腻，中昼过后会落雨。只要有乌云啊，紧的趁还袂落雨之前大家拢紧冲冲出来好啊。面条所有的面拢讲紧甲冲落来。面若是压着雨就会生糊，所以有的厂家直接甲厝顶变透明的，方便采收，甚至会用打色式来辅助。不过业者强调，关庙面一定要拍着日头，因为自然风会甲水分带走，直接烘好干会影响面的口感。姜这甲塑胶打，伊是变做切。伊毋是变做是 Q 丁，拍破传统咧，增加产能，就是用半烘半拍，用砍手，我毋免惊讲我面做袂出来。关庙面常常会放姜庙做贡品、纪念品送互信众，也是有机关、慈善团体大量购买，捐赠落雪，用度非常的高。即马订单会当讲是供不应求。但是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